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。對上一條片咧，同大家介紹咗一間新港城4期向東南有靚裝修嘅上車單位啦。咁啱，而家我身後望望我身後咁靚嘅海景先，同大家介紹另一間，同樣都係新港城4期，相對上方向咧就向西北，不過就可以欣賞到我身後咁靚咁出名嘅八仙嶺靚海景啦。大家可以將兩個單位做比較，如果睇完之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究竟中意邊一間喎？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單位先。今日同大家參觀嘅單位咧係新港城4期，我哋叫上車盤啦。咁呢個單位咧有個大特色嘅，就係一個好靚好闊嘅遼闊海景。喺兩房單位嚟講咧，其實係比較少嘅。咁我哋參觀完去客飯廳之外咧，首先睇咗個廚房先。廚房嘅廚櫃咧都換晒啲新嘅廚櫃嘅，做咗趟接門。另外浴室咧都改咗企缸，相對上裝修都 keep 得 OK 嘅，啱用可以即刻用到。不過咧有個特色就係除咗個靚海景之外，佢原先係兩房間隔，而家就做咗一個大趟門，將兩間房間打通咗，所以而家咧係一個巨型嘅大房咁樣啦。咁如果譬如有需要咧，其實喺呢個趟接門嘅位置隔離呢個位開返原身兩個房間，咁就可以還原返做兩房啦。睇個人需要。咁係望出去嘅景觀咧，最特色就係望到自己嘅泳池景啦，然後穿過去對面海柏呢個位置，就望到一個好闊好靚嘅海景啦。大家睇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同上次嘅東南靚向單位同呢間海景比較，大家係中意邊間多啲啊？留言話我知喎。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全港9一手二手任何新盤樓盤嘅資訊呢，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，俾資料大家參考比較返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有需要揾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